大家好，我係 Andy，一個從只得8毫子零用錢到財富自由嘅香港人。今集繼續 Trading in the Zone， 賺錢再自然不過。如果驚輸錢，一世冇發達。黐線！你睇下個市又係咁，我明明跟足晒上次你講嘅嘢，唔賴市場，自己負責任，點知今日又輸多喎，我頂佢個肺啊！又輸？咁今次賴咩啊？我冇賴啊，我照你講，輸咗自己認，但係認完都係輸，咁即係點啫？即係個市根本唔想俾人贏啦。哼，你話自己冇賴，但一開口又賴個市唔想俾人贏，你知唔知你嘅問題喺邊？我問題就係成日聽你喺度廢噏，越聽越亂，越亂越輸。但你咪仲喺度同我食 tea？你嘅問題係你仲未明持續一致性係乜嘢？持續一致性即係要連續贏幾鋪啊？我夠想咯，但個市唔生性，我有咩計啊？你咁諗就永遠唔會有一致性。你以為持續一致性係行為，即係連續贏幾鋪 ？No， 持續一致性係一種思想狀態。思想狀態咁抽象，你不如直接教我點搏中隻爆星股好過啦。你嗰啲搏中爆星股嘅諗法，就係你輸錢嘅根源。搏中爆星股有咩問題啊？個個都想搏中啦。你搏中過未啊？有啊，你久唔久都搏中過，但之後呢？贏幾鋪就以為係神，之後一鋪輸清袋。你呢啲叫暴發與虧損循環，唔係持續一致性。咁即係點先可以持續一致性？好簡單，你要由內到外改變你對風險嘅信念。你而家成日話自己接受風險，但實際上一輸錢就猛，一贏錢就囂。你根本冇真正接受過風險。我點冇接受啫？我肯執行指示喎，唔通我要開定香檳等輸錢先叫接受啊？你執行指示係行為，但你嘅思想仲未變。你個腦入邊有條錯嘅曲，一見到輸錢就觸發警報，然後你就開始賴，開始猛，開始亂。錯曲？你當我電腦啊？你嘅思想就好似電腦程式，你細個嗰陣俾人植入咗好多錯誤嘅信念，輸錢係衰嘅，犯錯係可恥嘅，一定要贏先有價值。呢啲信念喺你交易嗰陣自動運行，一遇到輸錢就觸發恐懼，恐懼就會令你亂咁嚟。唉，咁又係，有時明明 set 咗指示，但一見到就快到位，就忍唔住校低個指示，諗住等多陣可能彈返，結果一嘢就懟到阿媽都唔認得。呢啲就係恐懼搞嘅鬼。你驚輸，所以想避免輸，結果輸得仲甘。你知唔知最頂尖嘅交易員點解可以唔驚？因為佢哋有錢輸得起？No， 因為佢哋唔覺得市場有威脅。你驚係因為你覺得個市場會傷害你，但個市其實只係一堆數字，佢點傷害你啊？你嘅傷害嚟自於你嘅期望落空，係嚟自於你覺得應該贏但輸咗。咁點先可以唔覺得有威脅？你要真正接受任何結果都有可能呢個事實，唔係口講接受，而係由信念層面接受。接受你可能睇錯，接受你可能輸錢，接受你可能 miss， 接受你可能賺少咗。哇，咁消極，咁仲使玩嘅？你誤會咗啦，接受風險唔係消極，而係令你唔再被恐懼控制。當你真心接受輸係可能嘅，你就唔會再驚輸。當你唔驚輸，你嘅腦袋就唔會再啟動啲防衛機制，唔會扭曲資訊，唔會猶豫，唔會亂咁嚟。咁即係我要麻木咁對待輸贏？唔係麻木，而係客觀。你諗下，你打麻雀嗰陣會唔會因為輸咗一鋪而成晚唔開心啊？唔會啫，因為你知道運氣有上有落，你只係專注打好每一張牌。咁又係，打麻雀輸錢冇咁猛啊，因為知道有贏有輸。所以咪話你冇一致性。你知打麻雀有贏有輸，但點解你會期望交易會鋪鋪贏，或者覺得交易輸咗會咁唔高興？你期望自己睇啱，期望自己贏錢，期望個市就你。當期望落空，你就會覺得被背叛，然後就嬲。咁唔通要冇期望？你可以有期望，
但要分清期望同信念。你可以期望贏錢，但係你嘅信念一定要接受可能會輸。如果你嘅信念唔接受輸，咁你一輸就會崩潰。好似好難，點先可以建立呢啲信念？你要由細微位開始練習，每一次入市之前同自己講呢鋪可能會輸，我接受。每一次輸錢之後同自己講呢個係成本，唔係失敗。而每一次贏錢之後都要同自己講，檢討係因為好彩啊，定因為跟足規則，下一鋪又係重新開始。吓，贏錢都要咁同自己講？贏錢仲危險過輸錢啊！你贏幾鋪就會囂，一囂就會輕率，一輕率就會重倉，一重倉就會一鋪清袋。你之前唔係試過好多次啦咩？又係嘅。上個月贏咗幾鋪，心諗我終於得咗啦，之後加大注碼，點知一嘢就輸突。呢啲就係過度興奮嘅問題。你好似職業運動員咁樣，無論贏定輸都要保持同一種心態，專注當下，唔好俾情緒帶走。但係好難喎，贏錢嗰陣邊個會唔開心？開心可以，但要知分寸。頂尖運動員，例如 C 朗贏波之後，唔係去狂歡，而係去檢討、去加操。你贏錢之後做咩？你會以為勝利會繼續，降低風險意識，即刻諗再搏鋪大嘅，結果就輸到撲直。咁即係我要練到好似機械人咁？唔係機械人，而係揾到你內心嘅矛盾信念，然後修正佢。你個腦入邊可能同時有兩種諗法：我想贏錢，同埋我唔值得贏錢。或者我接受風險同我唔可以輸，呢啲矛盾會令你一腳踏油門，一腳踩迫力，架車點行啫？咁點先揾到呢啲矛盾？你要觀察自己嘅情緒，當你嘅強烈情緒，無論係恐懼、貪心、憤怒、興奮，就要問自己：我信咗啲咩，搞到自己咁嘅？好似好麻煩喎，有冇捷徑？有噶，你咪繼續賴個市，繼續 loop。直到輸到冇得輸，咁就係捷徑啦。妖，你講到咁絕？唔係絕，係事實。你要咪慢慢改咯，唔要咪繼續 loop 咯，好簡單嘅選擇。咁如果我改咗，係咪好似你咁日日懶係瀟灑咁飲奶茶？哈哈，瀟灑唔係因為我叻，而係因為我唔驚。當你唔驚，你做任何決定都唔會內心鬥爭，唔會猶豫，唔會後悔，嗰種感覺先叫做真正嘅自由。聽落好吸引喎，但係要點開始？好簡單，由今日開始，每一張 trade 你都當係一個實驗，你只係觀察自己點樣思考、點樣決定、點樣反應，唔好再諗贏定輸，而係諗我有冇跟足自己嘅規則。但如果跟足規則都輸呢？咁就係規則有問題，你需要調整規則。你而家嘅問題係規則係死嘅，情緒係生嘅，情緒永遠打低規則。唉，真係好難。梗係難啦，唔係仲有人返工。但你諗下，如果你成功咗，你以後就日日好似我咁樣喺茶餐廳嘆奶茶，睇住個市上上落落，但內心毫無波瀾，幾爽啊！你咁講有似幾吸引喎。不過你要有心理準備，呢個過程可能要好幾年，期間你會不斷犯錯，不斷掹自己，不斷想放棄，睇下你有冇慧根啊！你唔識鼓勵人㗎？我係實說實話，交易呢家嘢唔係鬥邊個技術好啊，而係鬥邊個可以諗通。你有冇諗清楚？你究竟係想贏錢啊，定係想做一個贏家？有咩分別？想贏錢嘅人贏咗就會走，想做贏家嘅人輸咗都會繼續學。你想做邊種？我想做贏家。好，咁你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少少啦。少少唔夠㗎，要準備到好似你準備食嘢咁樣，唔使諗，自然就會做。兩位食咩啊？我有個常餐唔該。使唔使轉出前一丁？唔使，普通嗰啲 OK。有進步喎，而家連諗都唔使諗。因為我知道無論轉唔轉都有可能好食或者唔好食，與其諗咁多，不如專心食咗先。哈，你終於明啦。不過如果你食完覺得唔好食，唔好賴我喎。妖，又嚟，放心，呢鋪我負責。今集同大家分享咗 Trading in the Zone 第4章，持續一致性，一種思想狀態。以下係章節嘅4個關鍵重點：1.
持續一致性唔係靠行為，而係靠思想狀態。最叻嘅交易員同一般人最大嘅分別唔係佢哋做乜嘢、幾時做，而係佢哋點樣思考自己嘅行為同埋做嘅時候嘅心態。真正嘅一致性係一種思想狀態，同開心、享受、滿足感一樣，唔係靠努力強迫出嚟嘅，而係自然流露出嚟嘅。二、解決方案喺你個腦入邊，唔係喺市場。想做專業級一致性贏家，就要明白所有問題同答案都喺自己嘅信念、態度同埋思維方式度。唔好指望市場俾你穩定賺錢，正如唔好指望外界環境令你永遠開心一樣。專業交易員唔係同市場鬥，而係順應市場提供嘅機會，冇掙扎，冇恐懼。三、恐懼係最大嘅敵人，根源係唔真正接受風險。大部分交易錯誤都嚟自恐懼，而恐懼源頭係唔敢真正接受風險，即係接受可能錯、可能輸、miss、少賺。當你驚結果，就會啟動心理防衛機制，扭曲資訊，錯過機會，事後先後悔。最頂尖交易員唔會驚，因為佢哋唔覺得市場有威脅，冇威脅就冇恐懼，冇恐懼就唔需要勇氣、鋼鐵意志或者自制力。四、要改變就要修正錯誤信念同埋矛盾思維，好似電腦程式有一條錯曲一樣，你個腦入邊可能有好多矛盾信念，例如話自己接受風險，但實際好驚輸，令你一腳油門一腳剎車。真正接受風險唔係知識上明白，而係喺信念層面改變，做到無恐懼、無掙扎、自然流動咁交易。呢個轉變可能只需要一 click，簡單，但係需要願意努力去中和舊有嘅恐懼。總括嚟講，想交易一致贏錢，唔係學更多技術，而係要由內到外改變對風險同交易嘅信念同心態，先可以自然喺鬆入邊交易。鍾意呢一集就 like and subscribe，share 俾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thank you。